成立数超过1万人的南台科技大学，有学生啊怨叹讲学校的停车位无够。最近佫发现讲，伫网络顶头有学生家己印学校的停车证在卖哦。学校已经接到检举，嘛在查咯。一透早，学生骑机车赶要上课，把车停伫咧南台科技大学的地下停车场。不过要停入来遮，就要有学校发的停车证。最近所出现有学生家己印学校的停车证，公开伫网络卖。对啊，当然啊，这是犯法行为，不可取。好像有点摸到法律的边缘。应该是那个班级统一去收，然后发回班上的那个人，然后就是拍起来给笑的呀。有学生认为会影响到其他人的权益，不过嘛有人认为这是滚床笑。详细甲看，真个停车证毋有学校的名，甚至还有学号，伫网络卖停车证就甲真个同款，引起学生讨论。消息一出，就有学生甲倒抓落来检举，校方也等咧展开调查。学校还是会先处理，就是这种辅导的一个角度啦。当然如果之后我们会依规定来办理这样子。校方解释讲，停车费一档敢若收500块，也无贵，应该袂造成学生的负担。也希望学生莫搁做违法的代志，慢慢会凊彩买停车证。另外，也有学生咧讨论校方的停车位无够用。校方讲，主要是因为学生拢介意停伫咧我大门的停车场，会加强宣导分散停车。记者温正雄台南报道。